华视在地新闻继续来到台南北区的成功公园，有一丛这个老青仔树，树根去互园区的步道卡掉咧，造成病菌的感染。这个老青仔树是一直咧落树叶啊。在地人用自然的工法来设这个围篱啊，佮把人行的步道甲拆掉。即卖老青仔树已经开始咧步行艺了。 台南市北区成功里的成功公园内底有一丛青仔，前2礼拜开始一直了真侪树叶啊。社区民众赶紧用自然工法甲围起来，互树根有喘气的空间，而且嘛有请树医生来加强治疗。较用采自然的迄个生态加生活，伊的根吼会当有一个地方让它可以有跟那个茎可以生长安尼啊。 目前已经把原本的人工步道拆掉，互土壤会使拍到日头，而且还会当喘气，互树根有延伸的空间。目前初步看起来的话，它是有比较恢复，有比较好的迹象出来。未来区公所嘛和民间保护协会做伙拍拼，希望会当互北区社区公园变作自然的生态公园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